台湾也按多年来因标出涉案危机，讲是传统天然无加添物的产品，如韩国爱有人买哦。不过前一阵美国数分样嘅偷油包引起嘅另一个话题，产品无安全性嘅问题，啥认证唔係對頭多米如七家做，係囤金蘭買上偷油，許多消費者啲嘢如果猜疑，可能接受七家買到嘅個貴嘅偷油，有部分係大廠代工生產嘅。也係透過一百嘅事情，我哋能啲原來也有2000年歷史嘅去平常嘅調味料，地背竟然有按到嘅學問，或者講大家唔知嘅秘密。全台灣有300人間嘅偷油業者，除了6間有名嘅大廠以外，許多有名嘅品牌根本都冇材料，自家來做上偷油。假使大多數嘅產品冇檢查一道，假使弄所長也批案多呢？我哋對一百嘅事情也看得到。行銷要有信用做基礎，假使碰碰到同實際嘅情形冇共用，造成嘅反效果可能很高大。農場業那塊也弄變到最黃太話，真係會2點鐘，沙期係用太做小炒嘅方式嚟煮，蠻耐對黃太嘅香味。那一片係用泰國炒小麥嚟炒香來，試隻好似買腳布卡，做自家做傳統嘅泰麥偷油，也味道規則沙期嚟做。煮泰國是用脆河來是熟嘞哈，熟嘞是炒麥片炒頭來啊，然後又香，然後又蓋，還有高麵這樣做。頭半日啊哈，一下是開始講按來做啊哈，講客家嘅東西啦。啊，嗰是講2件生起做起來咧嚇，是講教人窮下來做啊。做體油以前睇下滿碼頭為咗講姜條會做，姜會做其實台灣老人家都要做過，又講門出嚟搞藝療成次做。我都話咧，就是要即係嗰時去樓梯油廠買嗰種係刀具挑曲啊，佢唔買嘢啊，啲嘢鏡喺度傾正啊嘛嘅。一間拍攝羅浮房屋喺深山黃山偷油設計體，對沙期通過農村再生計劃，讓後間嘅農地拿嚟種黃太話，再過用老式嘅方法，自家嚟做偷油。偷下馬爭做，和偷節愛比發家下度嘅困難，冇辦間偷油廠係賣嘅偷事故，完全依是老人家經驗，韓國有陶冶農改廠鋪頭，賺錢都有量。我哋會想去做偷油啊，其實嗰是1-2年前。嗰啲食安風暴咪用嘛飛機界啦，嚇飛機界機界黃豆啦，咁咪都睇住咁冇曬冇，該有些唔得咧，有些唔得。做了人發現講，還有按多工成本安全，你要按多人關心的食安問題啊，講出來人買網站的手工醬油啊，都係攞歷史剛剛啊，然後再弄一個工作坊啊。黃山沙期偷油將做出頭一片，就只到幾啊8通天花來煮運，冇想到要按數度分樣，因為做冇到根本唔拉賣，你要買到錢咪算唔得出。加到原料像飛機個黃太話，小麥鹽同水，做出來食同市面好賣偷油咪冇共樣，也係攞黃太同小麥做出來食，也做係拍偷油。睇下講有做乜嘅唔係無壞。其實要講，有人講，而家唔拉行，我講唔係哦，我講係要做下，都唔敢聽下。我唔會下，就是出價啦，我都唔敢輕下出價時節啦嚇。嗰時按照焦糖色素嘛，先便宜啊，買嚟攪攪嚇，可能要幾多加幾鹹，係全部都係本意。那這個是很正常的顏色哦，而且是不是完全是黑色的？所以一般醬油都加醬色，好醬色去調顏色，好醬色調顏色有個缺點。焦糖色素有致癌物。將做出來上偷油食較淺，變越久越多年，食將會見來見層，層到像無色。本但焦糖色素係列做天然嘅色素，不過下後國外湯溫研究發現，食太多可能會崩牙。古所謂科普同2013年代，攞焦糖色素列做食品嘅加添物，本做西太類。簡單來講，係講正常嘅糖水，攞佢煮到涼涼，太甜係安全呢。不過我按樣做，本錢沒出。那4類以下大概如果是用到1、2類的比較沒有問題，因為安全性比較高。那如果用到第3、4類的，它本身的安全性比較低，所以現在安全性比較低。所以現在衛福部特別規定，在加了焦糖色素裡面要去檢測
4-MEI， 叫做4甲基米唑。那甲基米唑它有一个限量，因为它过量的话对人体是有害的。一般工厂都讲说他们经过3-4个月以上，那其实呢，这个豆类呢，经过这个发酵呢，可能经过半年、1年，甚至1年以上，可能更好啦。因为在4个月左右的时候，颜色不会很深哈，它的颜色呢是淡淡的琥珀色而已。但是如果经过成年以后呢，颜色就会加深。当家制作出来的花头油，要加酒同色素来上色，佢会按样的一看就看得出头油的品质咯。先基本呢，最贵干的拿起来搓搓啊，因为纯酿出的头油的酵素作用较完整，故所搓出来的泡较油，没无按改模态。就拿1-2罐来讲，有薯片1罐泡较油，生命较浅，就可能唔系花头油。那蛋白质经过我们制取的过程产生的酵素，它切出来是氨基酸。然后小麦提供的是淀粉，淀粉它经过酵素切完之后产生的是碳水化合物，所以这个都变成一个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之后，变得它的分子很密的话，所以这两个造成酱油本身的甘甜味的来源。那因为这2个小分子本来是没有的，所以被发酵之后，你会看到说为什么泡沫变很细，就因为小分子比较多。好，一天呢就可以把黄豆呢变成氨基酸液。啊，那盐酸水解完呢是酸酸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加那个强碱 NaOH 去中和，那中和以后酸碱中和就有盐巴出来了啦 ，NaCl 出来，所以就经过这个就是有盐又有咸呐，有咸啊又有又已经氨基酸液出来了，那这个是他们化学酱油所谓的升降汁在这里。一般花头油对神经中和，再个加色素调味，青豆建议咧最有好卖。我酿出头油调节而必发，青色要4到6整年，时间最本钱，韩国要有场所，小厂当然大量生产，故所同大厂买上头油，和头油机他家做出底嘢，还吃到冇乜計。不過前一波嘅頭油白嘅事件，是知道也冇公開做法，本他家知道，一到消費者先管頭度吃到當初上，最加4嘅幾廿片錢來買自家釀出頭油嘅市場，冇想到買到嘅同大量生產嘅大廠也係同樣。因為你一放就6個月，你要買那些原料，買那些調味料，還有那個場地，所以這個是資金積壓最多的那個地方哈。那以至於很多小廠，他根本不要去做這個釀造，直接去跟他買醬汁。那所以或許就說有的廠，他本來有在做釀造，但是因為他生意可能太好，或是醬汁不夠的時候，他可能去跟人家買。前後的輪班人吼，也係那個做頭油的重點啦。所以一般你講我細型的公司伊無按呢殺批，當然伊都無法度大量製作，伊勢必用將手工做。伊唔打敗盤呢，如果想我哋按呢太重來叫買啦，因為我哋全部用機械化嘛，可以大量的製作。17種氨基酸裡面有一個叫酪氨酸，酪氨酸它就是本身就是色素的形成啊，所以說一直到我們熟成這個東西熟成的名稱叫醬油佬啊，一直到醬油佬熟成之後，它的顏色就變深褐色了，接近黑色了。屏東監獄對民國59年起時就成立了頭油工廠，喺屏東縣當少數自家做生頭油、做純釀出頭油嘅，也特別搭實標比發的字嘅，大概標得到1公噸按多，標好拍有標寫到清清楚楚，而比發1年將用得。做得講頭到尾做嘅手工來做，一幾年來生意當好，和工廠部做些使用人，差唔多搭實日創到2到4萬元。屏東監獄下計劃今年大公開生產，而增加自動化設備。在102年當中遇到這個強冠的醬油事件以及大統一的事件之後，我們這個手工醬油的這個跟各類油品的這個銷售情況逐年的上升。那也就是說，我們逐年上升的比例，以今年1到這個8月份來比較，我們今年已經成長大概16% 左右。那以這去年營運的成長的數字來講，大概醬油這部分能夠達到大概4000萬左右。
不过屏东禁用喺当小数自家做来自家用嘅啲嘢，照屏东县政府嘅统计，全县合法登记体育业者有34件，抢8件有垂挑自家做上体育。韩国全台湾300人件体育业者当中，除了6件有名嘅体厂，也有有名嘅品牌，根本冇自家做上体育。尤其平口台和100上体育事件当中，未受到影响，看得出市场嘅基础设施唔大。酱汁，你的制造厂，我刚刚提到，从黄豆做成跟小麦做成豆曲，投资自然要超过1亿。以台湾的中小企业20几万家做酱油，本身300多家的，有没有办法投资这么大？那个酱汁买回来，让你去做稍微的加工或稍微的调色调味，这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听说有从学术界讲出来，它经过2次发酵，这个是。你1次发酵都没有办法做，你还做2次发酵，用学术界这样去骗人的，这更不可行哈。托中小型的体育场，係將發透事故嘅芋頭，也係黃透小麥變到硬鋼比變半年。對體廠嚟講，用硬鋼嚟做，根本冇材料應付按太產能。屏東內部嘅體育體廠，當年做用5000公斤嘅黃透同5000公斤嘅小麥，總共1萬公斤嘅燃料來生產上體育，亦代表半年嘅體操比法，大粗嘅含標嘅得100公噸，做得講全部用機器嚟做。所以我係冇機械化嘅話，用人工嚟做，我都唔知幾百個人能做好所以但係你要幾百個做出來，醫生嘅條件啊，各方面咧冇法度搶嚟嘅機械化。做到按完善，品质冇可能会抢来的按稳定的。因为我们比较稀释的，所以它的回甘度不够，所以才要加入其他的。虽然也是纯量，但还是要加入其他的。那化学元素，你看不懂的化学元素，那就是说一些添加物的，这体的介入了。也係強健工廠做嘅，冇強登記嘅體育。對票上看得出，有薯片一罐請用芋頭、水、白砂糖同鹽，純度較高。做薯片一罐因為冇按順，只有10片嘅家庭物。一兩罐唔是講假使只有數張。韓國體育嘅燃料黃頭嘅，加上係機構同非機構嘅攞定內容，立法部做規定，對今年代稀釋燃料同家庭物清楚完整寫到清清楚楚。醬油本身標在今年12月的時候，整個全台灣的醬油全部都要，不管你今天機改、非機改，全部都要標示的。那過去為什麼不用標？因為過去本身大概是衛福部，你們如果上衛福部的網站，你可以看到醬油是衛福部特准不需要標的，因為主要那一機改那段基因是不見的。其實大家對醬汁使用，不止我們用在醬油，像有幾家那個在做醬瓜類的那個工廠，其實他們都會買醬汁啊。這醬汁它沒有自己釀造，從哪裡來？我們現在知道都從越南進來，那這個可能更危險、更恐怖啊！學者講，將外類工廠用嘅上頭油，來年行開有問題，驚怕會有下一擺食安風炮。既然所有問題嘅年頭做喺上頭油，建議台灣唔當學歐洲日本，豆股開工廠來生產上頭油，出大幾個問題。比如講日本頭油，前做有名係前業。一幾年來，福岡頭油品質行較好。其實喺到1974年，福岡嘅頭油業者正嚟生產合作社，向下生產上頭油。那個像英國同全世界有名嘅 whisky， 其實同投資愛發，咩強健體廠合作。世界上最有名的 whisky 就在蘇格蘭。那蘇格蘭他們有很多做 whisky 的那個公司工廠，但是我會看到，他們就前面的發酵蒸餾的部分也是有一個大廠，那很多都從大廠去買，它蒸餾好的酒買回去熟成。那這樣很有名的羅伊爾沙路皇家禮炮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。日據末期，因為為了要節省能源，便於物質的管控，所以在各地區成立統一知識會社，把所有小廠，不是所有醬油工廠都結合在一起，開一家醬油工業統資知識會社。頭擺台灣體育市場美食鎮合作社強下生產，也係從1941年到1945年，日本蘇聯末期為咗統一管控物資，簽署安尼做，
对于下台湾體育業長期發展，而聯合整一間工廠專門做上體育，係為到上本錢，品質還較好，咪較環保。我們有算過，從日本福岡他們釀造出來醬汁，非基因改造的黃豆的那個醬汁，竟然比我們台灣生產的還便宜。大家可能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。那因為你集中生產，你的那個技術很穩定，而且我們用台灣的黃豆，我們那個新鮮度一定會比較好。另外一個碳足跡一定可以減少。香港市場無垂跳大量生產，新冠注目安泰，因也同安多擺食安事件當中安免整啊，食品安全係基本要求。一早做唔得，仲係吃到鹽啲做青菜做，外表看起來高級形象好，其實怕唔係安樣。對人他家消費者嚟講，安樣危機係，人家用具都唔低，愛買一刀錢嘅東西，真會被顛倒。